今年有这个疫情，过年袂当来出国，国内的旅游是强滚哦。观光局的统计，初一、初二、初三，这个花莲台东的饭店订房率高达77%。另外，高公局的预估，伫过年的期间，伫东部、落南就北的开车的时间，拢会是平常时的5倍到7倍。交通部长林佳龙是呼吁着民众。 过年出去佚佗，尽量坐大众运输工具。若要家己塞车，就走替代道路，安尼较袂去踢离的路哩。无论到达拢咧塞车，一到春节东部佚佗的人增加。今年因为疫情，民众拢咧国内过年，花东订房的几率已经有77%，这样东部的车会比过去搁较侪。 高公局估计，春节期间，初一到初三，东部路南家己开车会比平常时加5倍时间；初三到初五，东部上北开车的时间是平常时的7倍。这日我探视察道路工程的交通部长林佳龙，希望民众无论伫倒位，拢会使加利用替代道路。国五跟苏花改这个部分已经串联起来。那另外从南回公路到东部也是一个路线，所以。 整个台湾环岛不一定要只从北部或也可以从南部。那你走西部的话，你也可以考虑到分流。春节期间，国道5号会予大客车先行。林佳龙嘛呼吁民众加坐大众运输，估计会比家己开车省30分钟以上的时间。